好，分享转到现场，哇，根本有手机本大家第一咧，好就係考高講咧昆蟲站咯。唔知大家也下好有看好客家天師嘅8點檔嗬，也下第一播出咧就係3隻四蟲嘅哦，也3隻四蟲嘅嗬，留也考高講地度嘅昆蟲站後面有一個合作係冇？係，一啲好看，好看嘅部分嗬，哦，我哋留大家小記下，我哋看到嘛緊咯。好，一啲客家天師推俾就隻3隻四蟲，還有隻單元按到昆蟲抗陰침昆蟲抗陰침那跟吼大家也係講天時冇看到，底下是做得了一啲科學教育館，咪就表咧當到昆蟲啦應用版抗陰침像畫面看到嘅錯嘅，還是當電影下嘅蟲嘅本大家看。嗰時也最好看的部分，即地度其實啲庫卡地度沒有一個客從哪裡來。對，嗰時也客從哪裡來部分，就有一個放映室，大家就做得看到畫面空也部分就錯嘅，有動到啲蟲嘅啊，嚇，來手機本大家也就會用嘅交通嘅啊。佢哋17、18、2日全部有，佢大家是做得找個時間去看。哦，就做對來看一下就錯嘅呀，客從哪裡來嘅部分有看到蟲嘅很用嘅類，其實就係生態嘅用嘅類，交通啊、大椎骨啊、食東西啊，做清楚都係用看嘅部分嗬。一講到嘅係看嘅部分，其實沒有一擺後沒有留藝術家來合作係冇？係錯，一啲要請到黃蒙清老師，佢佢用樹袋，一啲從伊頭擺嘅土嘛嘅東西用嘅樹袋，佢個個塑膠嘅盤咧嗬，培養皿、塑膠培養皿。你看，其實做得做按這樣的東西，哇！嗰個方面我看到也係裝置藝術品，錯。你看看佢人，他就跟上到動氣管，這個就是象徵我們的人類的細胞。任何的生物都是由細胞所構成的，所以黃老師就係啲考高管地度，錯。佢佢哋是做嗰個藝術創作品哈，是到一啲台灣街道哈，是咪就展覽？哈，5月10號佢是咪開始表出來個？哈，一啲17、18大家來了解下，係你做得看得到。哦，係你看得到就錯嘅，就會表啲嘅片。係錯。哇！呀，擺正經要留媒體啊，要客家天師要冇，要留藝術家來做嚟合作，所以也要做大家看得到係瞄唔到啦，瞄唔到，又係藝術品就錯嘅，要幾個意象啊，有啲細胞嘅感覺就錯嘅，本大家知道所有嘅生物係用嘅來嘅一部分。其實出嚟也好，按電影下吼，還有按精緻、按強嘅一類裝置藝術吼，沒有一類繪本，係細年嘅大年就做得看嘅係冇？係從嗰啲下咧少改兩本吼，沉睡的老樟樹國王，還有注音咯吼，係嗰啲台灣博物館吼，佢所做嘅一啲水體嘅樟樹。國王樟樹一啲客家人咪係大家全部當地一條白煙哈，全部係要腳腦係，好，所以咧簡單咧紹介一下，到條白以前嘅時節，一啲嘅樟樹國王呢，佢帶到山東，還叫當到嘅好朋友，就調子到佢鄉下聊。還好佢就搶救嘅入去未有講當地認識嘅朋友，還唔講呢個。樟樹國王佢當個大人就冇解衝咯，大家都起侵權咧就買融入。嗰時一片看到嘅吼，雖然說是繪本，其實地度一下看到嘅一吼，係唔係咩係動到，即係真實性，有些係用畫嘅，有些係真景嘅，係冇？錯，就講你講你講嘅樟樹，佢當個其實佢一叢樹，基本上就當到嘅小朋友到佢鄉下帶，有不同的昆蟲喺地度就做嘅，係，當然基本上就嘰嘰喳喳小調子，哈，就當到等於下嘅小調子，俾到佢鄉下帶，唔過。樟樹佢落嚟，樟樹國王佢水鐵咧，佢做埋水鐵，佢哋所本帶到小朋友，大家都鄉下看、鄉下簽。當然，雪碧阿姨做唔得全部講鐵咧，講鐵咧，你大家是冇來糖咧，所以上嘅糖料誒是5月17個下來一啲到了。我有人講故事本糖係冇？一啲是要嗰啲台灣博物館嘅線上來鄉下合作嚇，是咧講了。繪本本大家談。哇，真勁咧！大家嗬，有小朋友嗬，無論係小朋友係大朋友啦，因為我們可以有可能日本高校嗬，我將地度種樹、樟樹，其實一個樹裡面其實有不同的昆蟲會依賴在這棵樹上面，對不對？其實也是可以
算是养很多的昆虫嘛。不过除咗呀以外咧，其实咩还有动到嘅，有发通咩有 DIY 做的，本小朋友做吼。因为可能小孩子可能一直听啊，听太多的知识，听石教授、石北北也讲了很多的知识性之后，哇，我也好想玩东西哦，东西会搞会发，其实没有搞的东西，没错，我们有做 DIY， 还像你还嘛改。发菇就是我们讲的瓢虫，它好生意那条刀做的去甲做一只瓢虫，它做瓢虫，该做好发好，跟营养板搞哦，以后来抢安琪姐姐来跳下搞来人，熟嘅就做得嘞，就烧跟看了一瓢虫一定会健康，健康呢，健康，你看啊，生意做好，做得强下老，你会绕爱强下高，强下来，都会。可是又咪做得做伊咧避水呢？系啊，你用啥强下开始有冇？系啊，你公司讲，就一天话讲诶，生意那条刀，总系讲诶，学到没有就本去搞。嘿，要做得搞，就对，要做得搞就错嘅。可是呀吼，诶，烟虫嘅时节就做得搞太假做就错。嘿，错。哇，生年嘅累都呀吼，真嘅，除咗要做得生，做得搞吼，还有做得看到啊吼，有啲呀下个天使嘅样片吼，贴片落来拍嘅有关呀昆虫嘅故事吼，就做得啲呀放映室啲度看到。不过刚好有看到呀放映室，刚才教授也有看到那个影片啊，昆虫他们真的是在树上或者他们吃的一些东西，昆虫吼，其实我想知道昆虫是怎么沟通啊？有很多方法，因为像鸟啊、鸟尾啊，鸟可能叽叽叽叽叽叽。我们用人类的理解方式，可能蝉会有蝉叫声，鸟可能有叽叽叽叽的声音。请问昆虫是？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行为沟通方法就不一样，像我们这样眼神也可以沟通，对不对？好，那比如说用求偶来讲好了，这个是比较常讨论的，像萤火虫，好，它发光，它用发光，用光的波长啦，用光的频率、闪烁的频率呢，来互相沟通，这样才不会老虎跟狮子去做交配啊，才会有隔离。这样才要不一样。是，那个蝉在叫啊，那个夏天的蝉在叫，它也是啊，雄蝉一直叫，就吸引雌蝉过来。他们有不同自己的方式。是。可是其实人类也会利用他们这些特殊，像画面上现在看到的萤火虫，其实也可以运用在一些科技方面。是。你看了萤火虫啊，在上面不是会发光吗？按它发光啊，它在屁股上面怎么不会被烫伤？哦。你这个电灯你摸摸看，很热啊，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发现说，萤火虫它屁股上面的这个光呢，其实是冷光。它的发光不是像爱迪生当时发明电灯的时候，是用电通过那个电流通过钨丝产生热，好像我们生火一样，热了以后就发光嘛。可是那个效率很低啊。大概电源大概10%不到呢，才会变成光，其他都是热。那热我们又很热，又要灯，然后又要吹冷气，那不是很不好吗？耗费能源。对，所以现在冷光呢，其实我们从萤火虫可以学习哦，就是仿生学嘛，然后去学习。如果说我要在矿坑里面，在瓦斯很浓度很高的地方要去工作，已经很闷了，就不太可能再用热。你那个时候用热去发光呢，就会爆炸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在火药库里面等等呢，其实就要用冷光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在研究的，是已经研究出来，其实是有用冷光的部分。对，用冷光，现在就是它荧光素跟荧光酶，然后去和氧去做作用以后，它的副产物就是光嘛。那这个发光的效率比较高，而且它是冷的。哇，可是其实人类吼真的真正做对昆虫的程度吼来学到懂的东西，其实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从昆虫的身上，无论是萤火虫还是其他有不一样的生物啊，所以才会有一个希望大家可以重视的，就是5月22号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系冇？可是啲台湾可能也在日咧吼，冇太家按充实啦，也摆咩希望吼家庭也口高干啦吼，本太家懂得。只是以外咧，希望大家好来补充一下吼，这个身边呐吼有懂某种样的昆虫啊、生物啊，其实是它也不一定跟人类是敌对啦，其实也是可以有一定的相处、和平相处的方式，嘿冇？像亚白吼，除了亚刚好有共多的懂得的，像 DIY 绘本啊，其实没有一类小小的法布尔学堂，嘿冇？嘿，错。
你法布尔小学堂袂系有强到专业的老师，有强线上吼，是讲老大家少解讲，解到虫的知识，像你讲的法布尔基系袂是一个很有名的昆虫学家，那像你当到你会针对不同的昆虫，像你头摆讲的拉卡，拉卡系唔系算昆虫？拉卡系蜘蛛吼，嘿，嘿啊，嘿啊，啊像大家口一类凶啦，看起来是很像蜘蛛啦吼。可是看起来是很像昆虫啊，可是就它的类别来分，刚才教授有讲到，昆虫就是6只脚，对，有腹，有没有？对，所以就是借着这个法布尔小学堂。把这些单一的昆虫做一个介绍，所以就有很多的主题，像迄改少改拉卡，也系讲啲少改竹节虫，也系讲起贼的哦，大家讲到起贼袂记到哦，按电影讲按电影闹的东西，不过起贼。大家不要局限，只有我们在 VUCA 看到的器材，其实北汉有当多种的器材，所以呢，有一个法布尔小学堂，那大家吼绝对咧聊到，袂系有线上袂讲了的昆虫的故事，本大家谈。当然，这得来替大家解惑啦。嘿，错，他伊是卖门票去看展览，伊是做在谈线上少改了就冲。哦，哇，古时候也摆好口高讲吼，出台吼有咧昆虫密码吼，就是昆虫密码吼，其迄对去年吼到今年的8月份吼，底度咧还有动目标发通啊，像今年老太家手机就喺5月17、18号有好色有好教，又有知识好糖的东西咧，大家其实就做对土定小朋友许多嘅片哦，大家是冇留到安尼就结束嘅哦，等下吼下一趟还有很加精彩的内容，所以跟不太搞，也下先来聊一下。